RVA 里苏些电脑路些个点数，听没听没过点嘛？阿爸妈一人在不就是得夸夸？人家可说么可那瓜比啥事那可瓜都记哇？人家提他们吃人炖吃啥可？是把人家瓜那么是些土呢？马蹄土里头吃些这瓜比吃这瓜吃嘛是我？耶稣呀，咖喱里就路边去瓜，学点菜，我是怕比土米大叔西莫比，因着安迪路一万是日路边瓜，我都点嘛的一模咯，我才一里我的，我的出来，我里努我的拉错花束漂亮脏哦，别个个呢，一万呐差比我不给大意思，一的出家咯，我瓜比在几个呀，在别地一扎呀瓜比因着有哈的毛咯，一万呀里内瓜一万爸爸在别地呀比我别不点菜，耶稣里一万的，苦个呢一万呐差比里呀比一万爸爸的给大意思，耶稣的出家咯，阿们干嘛呀？为啥有多许多瓜比啊咯？你是谁推瓜？罗布那罗瓦玛呀？是怕耶稣基督呀？伊乌大乌一直都不得夸嘛住啊咯？是怕耶稣基督呀？加利利路边去瓜学点菜，我偏偏点是不得，一直都以那么比夸嘛啊咯？是怕耶稣基督呀？一直都不得20不都夸爱班呀？为啥别去多许多的？木古都瓜点嘛？就是咋不得？咋嘛个那么比夸嘛啊咯？你是谁推瓜比罗得嘛个那么有多加那么呀？是怕耶稣基督里，若耶稣是在提罗抽提罗得爱米，为啥别去多许多的加那么比？若得苦点嘛比，若阿里的破瓜比，为啥别去的加嘛点嘛比？别嘛个点嘛的，若多加那么比，是怕耶稣基督里，若提罗抽提罗得，嘛许的花嘛嘛瓦的花嘛的破瓜比，为啥别去多许多的加那么比？苦点嘛的，若那罗个啦，嘛那罗个啦比，若多加那么，面吃让加嘛啊咯，若些点嘛只瓜，听你哩听你。为啥里苦点嘛？谁带罗那罗生日？为啥别去多许多的？拉错啊，只带别马个，咋马个那么别？罗谁头生日？所就谁点都一来，别就是带谁个弗朗哦？那罗克拉索，啊就是带阿克夏姆哇。